当中一定要先断了模拟数，所以佛教上是实数的内底这所重要。所以这就是这个模顿数，模顿数是对的所在，伫咱的心对模顿数根心有81品型，81品，这内底有记甲足详细。恁若甲查网络，都有啥物件不可一理。咱学校拄则讲80品型，咱依照迄个模拟数来讲，81品型，咱就以模顿数来讲，因为这咧带头，但是迄细微物件你才互你查，所以迄无足重要。但是咧，因为这有模顿数内底有叫做汤、氢、七、班、乙，这个对的所在，这是正在你这心的内底。简单讲起来，这是因为你道心交代的物件，所以咱来讲是数个阿罗汉三界见数迄个简单。那这叫做无老果，用无不断之行，一定爱当，无当绝对袂使，无当你阿罗汉绝对证袂着。什么叫做贪？当然，这咱逐个拢足了解吼。贪，你讲贪啊，足简单解吗？我讲无遐简单解，因为无机会，毋是咱毋敢。咱这咱讲话，咱足清洁的，对不对？咱讲咱足清洁，我拢会回天正地，我一条白纸拢足好。你是无机会，你若有机会，你嘛出来呢？迄做官啦吼。要上任的时阵，拢手死坐抓，甚至当中呢，要去政治当中拢手死坐抓啦。但是到尾了着，拢迄电人咧手死坐抓，迄电人。我只毋是讲是非啦吼，我即摆是讲真正的物件，100万要你袂行，200万呢，1000万呢，2000万呢，1亿呢，2亿呢，你会行袂？也是，头迄个是遮济，迄个心袂动，蛮奇怪，都毋是人安尼。就是毋是人，但是咧心袂动，迄拢混去。若是人，无咧心袂动。我请问，迄件政治角界物件，迄逐个人也是分还是菩萨？嘛是讲人讲是安尼，袂贪啊！你袂贪是你要讲的，伊要讲的了无顶，你袂贪咧。人讲的实在贵笑贵无买的，迄是你了无顶，你讲你成笔的，若了着呢，敢有成笔？闹鬼，拢做闹鬼，所以政治在政治我忘记讲啦，咱大家听着。所以嘛，当时就上面咱讲一句话，讲贪命重，你是阮世间，不如看咱是道人汉，人皆有时是通买见，也可无聊天地款，伊安尼讲无？伊当然嘛安尼讲，但是这个物件是啥物件？毋好你家己贪，你家己毋通你咧贪，你家己落去，你家己落去迄个。落去，人家你家己毋知你落人家，你有看迄狗无？人要掠狗，迄狗，落来迄到底金少年啊！哇，迄只狗上大，遮好看，金少规串安尼，毋知我去捌落了后，踏着迄机关尔，等一下吼，来去烤BBQ啊，100度BBQ咧烤啦，烤肉，烤饭食，伊走袂去。咱有看到迄个美国话咧掠迄个山，迄个野猪无，野猪无，咧掠迄个有，拢用一个足大迄个啦，迄个线绳，内底当中较用番马有。猪仔对，遐就甲随迄落番马来，猪仔头遮好康诶。当时咧行，规阵30-40只土姜2米高离迄个线苗中伊用一个眼孔的啥语落了后，规个关起来，40几只，一只都走袂去。咱即马就是安尼，你知影？咱今日咱有修行，咱有智慧，人看到迄个是陷阱；无修行、无智慧，伊知影讲，迄是伊毋知迄是陷阱，伊毋知迄是陷阱。跑得了菩萨，跑不了命。今日修行这免讲吗？免讲吗？这好修吗？好修吗？其实这真正无好修的物件。我上次讲课我讲，咱若心若袂贪的人掠手，袂贪的人掠手。
大汤啊小汤的，袂汤的人袂手，袂人干袂手，袂人干袂手啦。你的思想要汤，迄嘛是一种，我钱活伫遐当中，我到底是思考要甲起来，还是要起来，还是要起来交跑线？你伫遐挣扎嘛是汤的，敢是安尼？你若我都捡着了，你无第二步，你捡着当甲我起跑线，甲交跑线，对不对？我讲明了，我心连动念都无迄感觉。敢是唔稳的人，一般顶的人，我就讲唔是成分。一般顶的人，透迄个汤。我之前哪讲的？哦，佛陀带着伊前弟子去了化缘，伊前弟子看着小黄金尔，佛陀黄金，那是黄金是讲独大的，咱佛陀讲独大的，行行行，到这我都明明了黄金你讲独大，哦，等一个当中吼，一个老母会别囝出来，看到呢，头黄金捡倒来，迄个抢在咧抢咧，叫你去捡倒来，伊毋通后壁栽咱来。这个烦恼也运这黄金要过另外一个关，叫关系的，无人搁乱找啊，最后找无，当然伫迄个时代要找唔足简单找，捡着黄金对无啊，人嘛知影，两个别囝来关3年外，安尼。伊若讲去，咱佛陀人知影讲，今日去这度面捡一个面面，人讲独抓，毋过咱看到是黄金，敢是？咱讲道德，吼，较罪过，你道德较罪过，你着拿什么叫罪过，什么叫道德，你搞不清楚啊，咱搞不清楚。所以我常讲，黄金，甲金子你着毋知黄金甲金子什么较简单，你着毋知影。你的观念着看着迄个表象物件。你爱的物件，迄叫事，迄叫做事实。你爱的物件，你细腻的物件叫事实。更想着想迄物件，迄是将从着你的八识当中自累劫到现在就甲你带的物件。你讲迄个物件简单去除嘛？迄个物件是要简单去除呢？你讲说简单嘛？我拄则和张先生讲的，哦，咱当时迄个下钱人，分到一个下钱人啊。为着要解毒，要解掉伊的毒，伊关离伊的房间关一礼拜，伊讲你绝对袂使甲灰尘，使药拢袂晓滚，袂晓滚，迄偌艰苦呢。为着要解毒迄个毒的当中，迄解迄个偌痛苦，你敢知影？人真正有决心呢，人解袂起来。迄间中毒啊吼，已经要解除迄个唔简单的。咱讲一个。足简单，食薰好啦。你食薰的人要去解除伊薰，就毋晓敢能解。咱人讲，哎，无志气，啊，就是支薰尔，解袂起。毋是你咧，那你去看卖，你看解会起。所以迄真正毋难拄，迄207点钟内底当中啦吼，即种207点钟内底手，我嘛讲，袂发脾的人举手，无个性的人举手。是啥物人无个性？啥物人袂发脾气？大脾气甲小脾气，啥物人袂？发脾气，迄个潜在的物件是定是要爆发，是你触到金了后，你触到金了后爆发，你无触到金，伊当然嘛是袂爆发。即个地雷，而且你若无去打开地雷，我请问，伊会爆发袂？毋过你若打开爆发袂，你著去困住一个爆发袂。就咱前先生咧讲的，讲一个将军，讲一个上司。这相处不是我做吗？今日做完吗？哦，早就要摆阮一个方中啊，方中我恁兄弟的时阵，我下方的时阵，伊讲月曲心头火，啊，摕来参与线，对我讲啊，我收到心拢无火啊。今日做完啊，我特别透早来参悟你师傅的想法。啊，师傅就是讲你今日到天较烦，甲试看卖啊。今天起得早，切做你你今日先早起，你唔敢你睇来当做做嘢。即句话啊，出地嘅经啊，不知出到处，好咁人开嘢，出头你听嘛吼，你袂会想，你出头吼，我别讲话，真好别讲话。虽然那讲轻轻飘一线，都免吹嘅，所以这叫做啦，
无触到境，触到境了后，伫咱内心世界这个物件，你毋是有动哦，你毋是有动哦，你无动哦。那安尼当中，你无动了后，你入到第二个，第一个，哦，你有过第二个，你若无动到第三个无动，你变怎升下来？你袂当升下来。所以咱内在内底当中，这是极细微的物件。所以这个亲，我放一个，足侪人，人讲啊啦，人讲苏东坡你嘛知影，哦，苏东坡啊，伊的境界有缘无？后悔恁大小把写着放屁尔，都走过啊。敢是这历史大行拢有啊？哦，人讲的时阵啊，北方吹不动，温者是经验。比如讲，北方吹不动，爱飞个动，会讲语。所以这种是看人的意见，你听无？毋过这种内心世界内底当中，这种占伫咱的思想的内底当中，这上海有人，真正上海有人。有阵时要改，较敢就改。咱会有一个大叫落来，迄叫我就一定改。啊，跋到规个当中的迄个白加伞吼，拢叫无去，讲一定要改，含怎啊读起来嘛要改，结果有改无？咱想看吼，无怎头嘛叫是做咧我，安尼有改无？迄种的物件啦吼，迄种的物件毋是遐简单，而是真正的物件，迄伫迄个内底当中，迄触气境就走出。即个石头，你对草头底，对毋对？你甲底咧，你草头入去咧，你嘛石头底掉咧嘛？你石头啊，摕掉的，可比你放下咧。是啊是啊。安尼听无？咱今日有即个概念，我有即个概念，你概念，我有即个智力，我今日袂使偷食哦。我今日好好修行哦，我今日安怎概念？迄个概念若是摕掉的，你内底有清气无清气，会则走出来知影。真正有清气无清气，你就知影。修道这是真的是千学问啦吼，所以伫这内底当中，咱来讲安怎，叫做亲，无定位嘛，定位走袂起来嘛，哦，那叫做亲。听道理听无嘛，啊，要叫来听道理，讲啊听着，若讲听着要听着心着惊，啊参照爱我的命，敢是咱袂听着，要听着足欢喜的，袂要听着呢，就感觉足痛苦。痴就是完全无明，这个痴的解释叫做无明，无明理，无了解，定位走袂出。咱贪嗔痴离有够离六种当中几个三种。心中三恶原来做，为人修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哦，布施供养方便，心中三恶原来做贪嗔痴。傲慢，是修道欠下。哦，这个头高的。咱伊若做单经发达法师，不过，伊离迄个来到做客有无？哦，因为伊是讲我上好经上要3000几步，点来到六祖规定遐，演的时阵头要动伊，嘛毋动的，所以伊遐来到迄时阵啊，迄个六祖规定迄个所在，到六祖看到伊即个啊，伊这傲慢，伊想讲我发。作者，所以我想要讲一句话：，什么叫做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有法，根本叫我是好的情况。咱人言讲，我今日讲的足道理足好啊，我足骄傲啊，我足傲慢，傲慢到无天无地啊，那你唔办法，你唔办法。真正你我法的人，因为伊不足家，对不对？你本质完全。头会不记得，因我就是生惶惶无归。这是当时发达法师的当中，迄个咱六祖啊，六祖规言，你甲发达法师讲啊，你本质完全，你本来就是含有你慢慢的恐怖的心，头会不记得，你这头是分袂落去，
有一个我傲慢，因为我做这些无讲无规矩，今日6000年来讲一句话，不自讲那是真讲，不自讲那是真正。你学到了第二个阿罗汉果，你这若学落去，你将就要成功去。你进入了生命之路，这物件拢互你未来是拢本身。换一个解说，这物件是拢伫内心世界的一个你上界大的绊脚石。我就跟你讲，去新闻所，每一日、每一个月，迄个水拢万块。毋过毋是骗5、6000块、4、5000块。啊免怎？啊都老嘛毋知倒咧老，啊嘛无当，1000块纸骗了大骗。咱看一个楼梯的当间规5楼啊，输啊规4楼、7楼、3楼、2楼、2楼、1楼，什么地色？迄白数8万，我逐点互你看。啊嘛法度咧楼，啊孙啊伫后壁拢无，啊无看免怎？啊水都现到一直流无去咧。无结果阁袂使咧，啊要结果阁毋知伫做咧，到尾当叫专业人起来，咱起来切。切开到底等于大门遐，叫逼一空10偌斤啊，速叫，王表你走这边，啊坐起接近遐，王表你照着啥物行？啊，迄无补起，敢袂使？这物件。就是咱内心世界物件，害你落当落去经济，你敢会使无补起？真正咧无补，拢是消耗你的能量咧，贪嗔痴慢疑，这拢消耗你能量咧。啊，你会知这唔好时，咱两个补起。讲较歹这脑壳比你积极较济咧。哦，那讲的先啦，3代连1代空，拢在甲你开通了表演咧。我若有一个道亲，我问讲啥人？有一日当中啊，去到龙会，要领钱，我过年啊想要讲，啊去龙会要领钱，啊龙会较早，迄个乌衣裳啊变成黄黄啊去，龙会歹啥，这龙会哦，出发条咱来写咱的规定啦，安尼啦，对你若要写吼，你人来写的，人的规定是讲，行员袂使退。这个客人吼，大声迄电话，咱就真话无明了，你若毋做你等，你是阮请的，是安怎叫你甲写你无大声？即句话讲咧到底，尴尬你敢知？迄个，你毋了食菜就请。咱一个人无明起起来当中啊，你也看伊无丝毫讲我今日是食材道歉哦，但是因为意思是快哦，我会当发射我迄个不满了后，后日就安尼想，伊以后就敢去龙会无？伊会敢去龙会？家己毋敢去，傲慢的心，伊袂想我是全靠的真，我这强干啊，啊有使用当中。所以今日上课来对当中，毋是咧看你能力，毋是咧看你学问，毋是看你金钱咧，你是咧看你修养，看你德行咧，对不对？你有物件无物件，人煞甲你看知影咧，人要来插物件咧，毋是人毋知影咧。所以修道，这是你家己的疑，怀疑，谁在怀疑啊？内心世界无一个定定，无一个定定。疑就是哪？不定句，不定就是你心情总来总去，念咧怀疑，念咧怀疑，一个心怎定袂落？那安尼我请问咱各位，这是矛盾数，灵魂教上矛盾数，这是较细微的物件。模拟数是较脑，模拟数是较粗微的物件，进入了。进入了苏州湾阿那海，这物件变成伊阿拉兰的4个人对当中，300个所以一定来当伊，一定来当，无当一定袂使。这无当一定袂使，乃不老个见无不等之险，一定甲这内底当中一定拢是接触，嘛无很输
加西这睡眠后，这睡眠天前3号这物件，电力水，这拢爱当电物件。啊，无免咱讲正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已经无，而这个内底当中阿罗汉，这个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回所端三端嘛。第一，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讲电所端，这个电所端，这是伊速度跟第一个开始的速度啊。但是收所端，2个甲3个，这就一定要等甲4个去啊。但是甲3个就是回所端，甲4个就是回所端。这个回所端无有一个倒来来等啊，就是你已经达到无一种物件，无有建立属于物件，伊搁吸到什物件，这吸的就到无明显。啊，无明显吸就是一定，迄好一分的无明。啊，正常啊，是迄叫个气开始记地，初地、2地、3地、4地、5地、6地、7地，反正叫做地菩萨。所以阿罗汉的上尾啊，就是到建立属于甲定全业，因为定全业是已经是拢到阿罗汉这个阶层来啦所以呢，伫这个当中啦咱来无所断之业啦到这个3端阿罗汉，这个当中无有一个倒来当啊。就简单讲起，建立属于到无明显，甲定全业无明显甲无甲定全业拢爱同条嘅。这就是因为伊3业，这个都伊的基本的条件啦不可能因为咱拄则咧讲着啦因为那安尼当中呢，咱互合伫第一个物件，叫做咱咧讲着这个讲着迄个疏导丸，这个疏导丸。大约甲恁各位做一个介绍，苏摩地不为温和，佛陀问苏摩地讲：你你的心意上必感觉安怎？苏导丸应作试验，我一时完过伊讲苏导丸入流，初果入流，敢会当做一个？我咧入，我有一个入流，敢会当有一个试验啦？所以苏摩地呢，不了解。进入初果就袂使有这个念头者，就袂使动伫这个念头。世尊可以是什么原因呢？疏导丸能量入流，入什么流？入性命之流，不入无所吸，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物件就拢爱当伊简单讲起来，六天拢爱当伊，6天也要当初果，你就当入。所以你这个内底当中也疏导完，这叫做初果理想。但这个初果理想的内底，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你既然初果理想，正阿罗汉的内底已经经过6番的生死，6番的生死就是天人阿修罗，就几多七生不地，6番的生死已经断掉了。那么进入了性命之血啊，但是要最后的7番的生死，7番啦。但7番等者，咱就报告咱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呢，伊这段话就咧甲你讲，疏导完流入流，马上叫做预流了，开始要入了，是参悟的意思啦流是流入，就是讲已经入来意思，已经要入了，入圣人之流，要参悟圣人的内底，所以叫做入流。小乘4个当中，叫做疏导完是个初果。因已经断3界的8品，3界8品内底，咱头疏导完内底当中，伊就是咱的5理数，来带头，下底细节内底加起来叫做8。伊伫3界内底有9地，叫做欲地，欲界地啦，欲界一地，欲界，因这欲界算一地，叫做摸处10地。第6地，种姓地、五地、林道、潭连道，这个解释起来叫做叫做摸处地啦色界有4地，第一叫做一相，二生体地，第二相，安生体6地，3就是3相，二喜妙6地，第4相就是下量清明地。无色界，因为欲界色界，或者无色界有4地，4地就是咧讲。空无变处地，
实无边处地，无所有无有处地，甲非常处地，安尼个加起来叫做三界内底当中叫做高地。啊，所以因为什么叫做地？地就是个很沉重的艺术。伊用地就讲很沉啊，离不去，啊叫做地啊，不肯离去，叫做地啊，吼。又是叫做有劳之因所得来的，叫做果报，所以有名叫做有处地。所以这内底有几个边边，咱头仔主角讲着吼，这唔得重复了吼。所以你这样就讲，现在头仔主角让我讲者吼。苏博地位温和，这就是不能问苏博地，你的心理中如何？伊讲，苏博地作事了，苏道完你会记切，苏道完那你印度的翻做中文叫做苏道完，那翻做伊的意叫做逆流，哦，叫做逆流，这咱来知影吼。这个物件你要搞清楚，你无搞清楚，你唔知这句话叫做什么意思，解袂出来。敢会当你入生命之流，你感觉当有一个念头嘛，会当生心动念嘛？所以我今日不得了啦！我已经进入苏道完的性格了，我敢有这念头嘛？我伫苏道完过好，苏道人员以我的经验认为，怎样讲呢？怎么呢？伊就是初考，是吼有这个念头，你是用这个念头，苏博地连不了世尊，无这个念头啦吼。苏博地会答不了世尊，无这个念头啦吼。初个姓名，怎就当这个念头呢？苏博地是一个过来人，因为伊已经变成阿罗汉啦，伊知影啦吼。伊的心意上的初个，就无有含这个念头啦，对啦吼。后壁可以讲。何以果是什么原因呢？苏道完名为入流，但是伊这个不及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讲伊入生命之流内底当中呢，这六根上的物件，我一定要当，袂使无当伊，无当伊袂当入生命之流，因为苏道完吼，所以苏道完叫做初果正德入圣之分，毋是凡夫的位置。但是已经脱离凡夫的位，凡夫是一个流转生死、无穷无尽，不能脱离了吼。凡夫当然咱知影了，凡夫就是堕落落生死嘛吼。圣人生死是已经这个叫生死已经解除了，所以咱唔通叫做圣人，已经离开三界，叫做圣人。所以你初果当中，虽然初果内底当中，伊还有欲界。这个初果，因为虽然咱拄则讲是初果，但是伊还有疑问，毋是完全拢清楚啊吼。伊还有欲界物件，还有关物件清楚。我即摆讲个简单的比如，大地人来，你大地人来，你如大地人来就无后壁倒一个疑阵有无？这个疑阵都作厉害无？咱已经进入阿罗汉。咱已经进入入流内底，你毋通认为讲我已经拢跳出去，我已经欲界拢跳出来，含色界拢跳出色界，你还有迄个足细微的手指，还袂显也袂清，完全清理清理哦。你毋通认为讲我已经入生命之流，我完全就是完全清理去去哦。讲较歹听，也袂顺的啦，也袂顺的啦。你若有资格入流，也袂顺的啦，所以呢，甲初果呢，只能把三界所定结业事业，这个分别生死，这个初业，也就是三界的结业，断掉的，二行断掉结业，但是事业，咱遮讲的初果，无法当，伊迄个速度无法当当然吼，所以才反正结业，那咱的生死，先迄个个。天人阿修罗为了特殊的地方，我先有晓得吼，这两款的生死啦吼，结业为初分，色声香味触法已经断了两件，因为你今日这物件是六道六分的内底当中，因为这种叫做定，六道内底当中无定，甚至定贪了，甚至
航天的奥点，就这看点哦。如果若当得了7分，那就跳出3届，进入入游的胜利之路哦。咱台湾写有写出来吼，伫3届内底当中吼，要入胜利之路，咱拄则讲的第7款的生死，这个大明三传法所办的内底有这个30字说7种的生死之，就叫做分判生死、入这个流入生死、反出生死、变异生死、因缘生死、有后生死、无后生死，这叫做这个加叫做7款的生死，叫做7判生死。因为你到了，你到建立，你到苏罗安那行，这个物件这拢爱当啊。7款的生死就拢爱当啊，袂使有所谓的，咱拄则讲的讲分判生死叫分判，利用在内底分判嘛。连咪做人，连咪做阿修罗，就几个出生到一段来嘛。但是分判嘛，入流生死，入流啊。咱免叫做入流六道轮回嘛。反出生死，代表出去嘛变异生死，其实变异生死是已经到阿罗汉内底，叫做变异生死。什么叫做变异生死？伊毋免再来轮回了，伊是思维中会变去。唔过呢，嘛袂使进入变异生死内底。所以咱来讲叫做叫做变这两个叫变异生死，来叫做因缘生死。无加带因缘啦，加带因缘，无互心，有互心，有互生死，无这个互生生，无互生生死啦吼。这叫做若依着了佛教上内底当中叫7番生死，头前叫2番，要进入了斯罗含，斯罗含法含啦吼，第2个当中这物件都爱当。这物件来讲，所以7番生死当入了后，就是真正内底的物件，这个摩尼术当了后，最后一个生死这个物件，所以已经有限度啊，你唔免叫做无8番啊，无8番生死啊吼，从此当一番，当到第7番的最后7番从此就永远就跳出了，伊就跳出来吼。跳出生死的说法嘛跳出这说法，有错了后，错过以后一定会跳出3界，所以当那个性不在于如何这用安尼甲你做一个解说错过了开始所以现在拄才已经讲过性命之流这为什么入性命呢？之流类呢？因为伊无去入这六根的内底六根境对六根境袂起了分别所以呢，六根境内底伊不在于新的烦恼里六根境就讲你今日咱是安怎烦恼，就是因为咱有的烦恼伫咧新的烦恼倒起来谁有新的烦恼？你六根境6层6根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境离了后，一定烦恼。迄若无去剩迄有诶尔。有诶你若甲清除掉诶，新诶就袂起来。因为无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若安尼当中差不多有一个加新诶咧。咱若假讲今日六根境若无不再摄入，六根境若摄入性，都有加新诶烦恼，所以因不再加入去。所以不再生死有新的烦恼来，所以六根已经不入六根因为这个根根相对的中间袂产生了六识，就简单讲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毋是眼睛心、目睭心，毋是讲目睭看着色，看着形形色色生生掉着迄个分别性的色。耳听听着声，参着听着耳识，迄个识就是叫做分别的意思。所以安尼当中六根甲六根，因为伊两个若无相对了后，伊这六识就入来，分别就入来。
所以陆阴对陆田袂发生这物件，这袂发生袂发生关系啦吼，不摄入热土啦吼，袂生绿色，就是不去了分别，无分别心啊，因为把分别的心当然啦，详细来讲三界之内分别的烦恼，也就是电极用81克，这应该是写唔对啦，电极是80克啦吼，陆阴对陆田生绿色的内底当中咧袂分别啦，这个生起后再去袂分别啦，生起后咱贪着，你若生袂贪着，你会去迄个哪咧？迄个叫会去贪着不法，无生就袂，无生就无念头，有生就有念头，要无生无念头，就无有加入迄个欲定入来。咱个根也无，迄个根就清净，根也入来，根无清净，绿色就走出分别。那安尼当中，你有诶未除，新诶搁加入来，那永远就是了不袂煞。但是咱已经入到初课了后，初课已经转去啊，但是已经转去了后，当中已经断掉了那绿根，绿根了绿地伊就产生关系啊，所以绿色伊自然就会生出来。当绿色袂得生出来当中呢，因为就会加入新诶烦恼去，所以这就是因为咱咧讲阿罗汉，伊初课就一定要读到这物件。所以因为时间已经也到了点半钟尔，咱一个时间就到。所以咱后续这个师傅开始，再来甲咱分析，因为这是咧讲阿罗汉伊本身伊一个处体啦，一段一段处体安尼啦所以呢是讲到这个无色所在，我们各位这当得到的。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众请起。感谢父贤慈悲前道义工，坤道义工，地方向无极老祖先3公里前道义工，在鞠躬，3鞠躬，感谢父贤慈悲躬，感谢点传师慈悲躬，坤道义工，在鞠躬，3鞠躬，感谢父贤慈悲躬，感谢点传师慈悲躬，持驾向无极老母亲3公里前道义躬，在鞠躬，3鞠躬，持驾前人鞠躬，放下父前人鞠躬，放下点传师鞠躬，坤道义躬，在鞠躬，3鞠躬，持驾前人鞠躬，放下父前人鞠躬，放下点传师鞠躬。